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艾莉。艾莉住在一个小村庄里，她和妈妈过着很辛苦的生活。每到冬天，村子里总是冷冷的，雪花飘落，冷风呼呼地吹，大家都围在火炉旁取暖。艾莉的家很小，里面只有一张旧床和一个破烂的桌子。她的妈妈告诉她，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买食物和取暖的木材，所以艾莉需要在街上卖火柴。艾莉，你能帮助我们卖掉这些火柴吗？这样我们才能有些钱来买食物和取暖。妈妈说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艾莉点点头，虽然她知道这样的工作很辛苦，但她还是愿意帮忙。她提着一篮火柴，穿上了那双已经有些破烂的鞋子，走出了家门。在寒冷的街上，艾莉的手指都冻得红红的，她的鼻子也变得冰冷。她走来走去，试着向过路的人们推销火柴。火柴，火柴，买一根火柴吧，它会让你温暖。可是人们都忙着回家，没有人停下来看她。大家都在快步走过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可怜的小女孩。艾莉越来越冷，双手也开始发抖，她的心里非常难过，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。我再试试看吧，也许有好运哦。她自言自语地说。于是她决定点燃一根火柴，希望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。火柴轻轻地点燃了，艾莉看见了一个温暖的火炉，里面熊熊燃烧的火光让她感到非常舒服。她想要伸手去感觉那股温暖，但火柴很快熄灭了，火炉的景象也消失了。小火柴，你真的很棒，艾莉说，我希望你能再让我感到温暖。她又点燃了一根火柴，这次她看见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，上面挂满了闪亮的装饰品和五颜六色的礼物。树上的星星闪闪发光，美丽极了。艾莉伸手去摸那些装饰品，但当火柴熄灭时，圣诞树的景象也随之消失了。艾莉感到有些失望，却仍然希望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东西。她又点燃了一根火柴，这次
他看见了他的奶奶，奶奶笑着对他说：艾莉，来到我这里吧，我们会一起过得很幸福。艾莉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她紧紧抓住那根燃烧的火柴，心中充满了渴望。奶奶，我真的可以跟你去吗？奶奶温柔地点点头，当然可以，我会带你到一个美好的地方。当火柴燃烧完，艾莉感觉自己像是在飞翔。她跟随奶奶来到了一个光明和幸福的地方。在那里，艾莉不再感到寒冷，也不再感到饿。她和奶奶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。第二天早晨，人们走在街上时，发现了艾莉坐在角落里，她的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，她的身体变得冰冷了，但她的脸上却看起来很安详。哎呀，这个小女孩怎么了？一个好心的路人惊讶地问：她在这里坐了一整夜，肯定是太冷了。另一个人说：路上的人们都为艾莉的遭遇感到难过，且开始思考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。村子里的人们开始积极地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们在寒冷的冬天里提供了食物和取暖的木材，让村子里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关爱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如果我们发现别人需要帮助，并且自己有能力提供帮助，无论这些帮助多么微小，都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友善和温暖。即使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给予别人一点关怀和支持，也能让每个人感受到爱心和温暖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